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細佬嘅頻道。今日由家姐介紹逃出驚魂夜嘅新角色。呢個角色之前喺6版已經出現過，佢就係報童。咁點樣先有報童呢？我哋去返逃出驚魂夜嘅遊戲，然後選擇角色。入到去之後，你會見到追捕者，之後再選擇逃生者，你就會見到喺左上角就會有新嘅角色報童。如果想擁有呢個新角色，你係需要用600個酷樂幣。咁如果你冇足夠嘅酷樂幣，你可以用潮彈徽章嚟換，但係每一次換200個係最抵。如果要換200個以上，你就要用2個潮彈徽章嚟換1個酷樂幣。所以每個星期一重設之後，記住要換定一啲酷樂幣啊！咁今次我就試下用最新角色報童去玩2打8嘅逃出驚魂夜。報童嘅技能係誹謗報導，但呢個技能係點樣用呢？首先我哋要揾追捕者出嚟先，見到追捕者之後，畫面就會將個紅色框框標誌住個追捕者。呢個時候用誹謗報導就會影咗一張相，影咗一張相之後呢，喺左上角追捕者個 logo 下面就會着咗一盞燈。不要放過這樣就會啦。如果影夠6張相，6盞燈都着晒嘅話，就會發動到報童嘅另一個技能興奮一鏟。呢招技能嘅作用係可以提升你畫眉嘅速度。所以當你走到去煤塔嘅時候，你會見到右下角出現興奮一鏟呢個技能。咁當你一用呢個技能嘅時候，就會提升你畫眉嘅速度。另外，誹謗報導嘅冷卻時間係4秒，其實都算快嘅。
特别我覺得報童比礦工好用，佢有嘅技能除咗可以提升挖煤嘅速度之外，佢影夠6次箱之後，第6次影完箱係會令到追捕者短暫不能移動，可以當作一個緩衝嘅用途。大家覺得報童好唔好用呢？可以喺下邊留言講俾我聽。咁今日介紹報童呢一個角色嘅影片就到呢度，下一次有新角色嘅時候，我再介紹俾大家睇。希望大家都鍾意呢條片，俾個 like 我，同埋俾啲 comment 我。最好就 subscribe 我細佬嘅 channel，俾啲支持我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